今日嘅題目心靈的釋放，請讓大家來讀這集嘅經文詩篇54篇6到7節，讓作者開聲來讀。我要把甘心祭獻給了耶和華，我要稱讚你的名，這名本為美好。他從積尺的急難當把我救出來，我的眼睛也看見了我仇敵遭報。當人照着能力嘅本相到神嘅面前來寬恕嘅時候，事情可能無立刻改觀，但神使到伊定性有這個信心，伊心靈就得到釋放，所以伊充滿讚美，把甘心祭獻給神，大衛嘅內心唔再被仇敵所困，滿了讚美，伊愛向甘心祭頌讚神嘅美名，心靈得到釋放，表現於讚美，令讚美就表明不再因受苦而沉重，心靈的釋放也表現於甘心奉獻，因為如果心靈容被艱難所困，哪會有心想到神，哪會樂意向甘心祭？對此，伊信心滿滿，看見神從積尺嘅急難當把伊救出來，唔是大衛向神禱告嘅迄一刻，所有嘅事都解決了，而是大衛信心嘅眼睛打開了，伊信神一定會幫助伊，為伊伸冤，救伊脫離仇敵嘅對手。心靈的釋放是對人對神有信心，正知道神嘅名是美善，正信神有帶領，神危難當神必施行拯救。當人接觸能力嘅人，對神有認識有信心，好叫人當人生各樣嘅境況當中，心靈得到釋放。請人再來讀這集嘅經文詩篇54篇6到7節，讓作者開聲來讀。我要把甘心祭獻給了耶和華，我要稱讚你的名，這名本為美好。他從積尺的急難當把我救出來，我的眼睛也看見了我仇敵遭報。請人默想這段經文之後，讓主祈禱。